立法权，这个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是这样的机会呢，把江苏的工业经济的情况作为以及互联网加这领域里面，可能是想了解一百的情况比较相似，就是我们全国的10%。La importación y la exportación. I'm Steven. 啊，建设地铁线，所以我刚才我以为我就很多来着。这间地铁堵吗？地铁是这个年快到了。